中国想空想胖要渗透威胁咱台湾，内政部也提出7大措施，加强收集情报和维安。公安局有建立暴力分子的资料库，加强管理。那立委关心最近中国投资的媒体去偷对、偷袭咱的政治人物，基政署长表示，这是真无应该的代志，咱台湾人会甲屁嘴烂。 这几年，境外敌对势力对台湾渗透的手法是愈来愈多元化，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，自111年侦查41件，到113年已经有160件，起诉人数也自111年28人增加到113年170人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问讲，有海外资金帮助的媒体、群众监控国家的政要人士，是不是爱查？你要去看这个纸上公司的背后，是不是有中共啊？ 有没有中资啊？有没有港资啊？是不是红色的力量把钱灌进去啊？是不是有没有牵涉到这一些的中资、港资的这种状况？那如果说有报案的力量，我们就会立案来查。 中共最近用复合式渗透，内政部怎么实施7大措施，加强检索加警卫部署，亲像是3级以上机关首长的警卫就要特殊查核，强化首长的维安。国安局为了要强化总统维安，也建立针对政治极端主义，一个特定不班群体内面有暴力倾向行为的资料库，强化立管甲轰炸。由立委问警政署，对最近大家伫咧讨论的群众协商行为，是毋是有相关的作为？黄明昭署长有被跟呐、多少首长有被跟呐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行为，我觉得全国的民众都应该会唾弃这一种。 这个无目标式的这种跟监，警政署长张荣兴讲，中央部会首长若是有报案，会启动标准机制，并且加强警卫的训练。亲像省长伫咧上路车时阵，一个车伫咧驶时阵，后壁是毋是有车伫咧地，就是发现即时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